来继续来看南投县文化局伫国姓乡的石门村来举办着客家拿捏甲客家菜包的体验活动，有来自全国各地民众报名参加。由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客家文化体验活动，伫咧国姓乡石门村举办，包括客家菜包美食的 DIY 泥巴体验，向来自全国各地民众报名参加。就说可以体验一下客家文化，因为我也不是客家人，然后就觉得，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活动还蛮好玩的。今年南投县客家文化节办甲真成功，有国姓乡公所伫咧斗三江，和民众体验客家文化，包括手工艺，还有制作美食的点心。非常的充实哈，那只要活动一出来就或受到这个民众的喜爱。为着民众更加熟悉客家文化，国姓乡长柯美玲建议明年会当扩大规模举办。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